1999您好，毕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你好，我想用请放弃为你服务。1999你好，我想用请放弃为你服务。小姐您好，我家外面的噪音啊，震耳欲聋。小姐你好，我屋下嘅我輩嘈音，吵你食飯。小姐你好，我屋下嘅我輩嘈音，吵你食飯。已經吵到我全家人都沒辦法睡覺了，可以請你幫我反映嗎？已經吵到我鬼屋下人都冇法度睡冇咧，做得請你聽小反應麼？已經吵到我鬼屋下人都冇法度睡冇咧，做得請你聽小反應麼？當然沒問題，請問您怎麼稱呼呢？當然冇問題，請問您用辦稱呼呢？當然冇問題，請問您用辦稱呼呢？我叫彭滿妹。我按到彭滿妹，我按到彭滿妹。彭小姐您好，請問是什麼樣的噪音呢？彭小姐你好，請問係乜嘅讓我嘅噪音呢？彭小姐你好，請問係乜嘅讓我嘅噪音呢？我們家外面正在鋪路，我屋下我輩咚咚鋪路，我屋下我輩咚咚鋪路。現在已經半夜時段了，還在進行施工呢。也已經上工半日咧，還都該工作。也已經上工半日咧，還都該工作。這是施工噪音，立即為您通報給環保局稽查大隊。這係施工噪音，啱先讓你通報本環保局稽查大隊。這係施工噪音，啱先讓你通報本環保局稽查大隊。先跟您確認一下地址在哪裡呢？先確認一下你嘅住址係哪位呢？先確認一下你嘅住址係哪位呢？我家地址是享學街6巷8號。我屋下嘅住址係享學街6巷8號。我屋下嘅住址係享學街6巷8號。享學街6巷8號。是的，享學街6巷8號。係。享學街6巷8號。係。好，彭小姐跟您核對一下，您反映享學街6巷8號。好，彭小姐，當你核對一下，你反映享學街6巷8號。好，彭小姐，當你核對一下，你反映享學街6巷8號。有鋪路的施工噪音，希望環保局這邊去做稽查。有鋪路嘅工作噪音，希望環保局呢邊去做稽查。有鋪路嘅工作噪音，希望環保局呢邊去做稽查。對，謝謝你哦。錯啊，什麼意？錯啊，什麼意？請問一下，您方便提供聯絡電話嗎？幫問一下聯絡電話，你方便幫我嗎？幫問一下聯絡電話，你方便幫我嗎？0123456789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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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處理完後，需要稽查大隊人員回電或發簡訊給您嗎？請問處理過後，需要稽查大隊人員打電話，也係發簡訊給你嗎？請問處理過後，需要稽查大隊人員打電話，也係發簡訊給你嗎？好啊，再麻煩回電給我。好，再麻煩打電話回我。好，再麻煩打電話回我。是的，這邊立即為您處理。最後，請問彭小姐，需要記錄案件編號嗎？好哦，呢邊啱時讓你處理。
最後請問彭小姐，是讓記錄案件變好嗎？好哦，這篇啱是讓你處理。最後請問彭小姐，是讓記錄案件變好嗎？不用，沒關係。唔是，冇相干。唔是，冇相干。已經為您完成通報，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可以為您服務嗎？已經為你完成通報，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做得為你服務嗎？已經為你完成通報，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做得為你服務嗎？目前就是這個噪音問題，麻煩你了。目前處理噪音嘅問題，麻煩你嘞。目前處理噪音嘅問題，麻煩你嘞。好的，沒問題，謝謝您的來電，再見。好，冇問題，希望你打電話來，講來了。好，冇問題，希望你打電話來，講來了。